關稅戰對澳門嘅工廈有冇影響呢？大家好啊，線上工商鋪。最近全世界都喺度關注緊關稅戰嘅走勢啊。中美來回一兩個回合之後呢，基本上對中美貿易生意咧係判咗死刑噶啦，已經係冇得撈噶啦。早兩日咧同個老細食飯，佢有個 friend 咧就做中美貿易咧有30年噶啦。而美方一出加稅政策冇幾日，已經係決定執咗一間30年嘅廠啊，咁就成為稅戰底下第一批受影響嘅人啦。老細就執咗笠，業主咧就冇租收，然後工人失埋業，一連串嘅連鎖反應。相信呢種例子喺內地已經規模性發生緊噶啦。而澳門同香港就有啲特別啦，一直以嚟都係獨立嘅關稅區。最近更加見到有好多博主分析話，如果美國對香港咧唔加關稅嘅話咧，咁香港可能成為一個好特別嘅低稅天堂啊，反為會成為關稅戰底下嘅受益者添。如果香港有呢種情況，理論上澳門都係受益嘅地位，因為大家都係特區。咁今次關稅戰對港澳究竟係災難定係商機呢？對澳門嘅工廈有冇衝擊呢？今集又同大家嚟討論一下。首先我哋講下暫定美國對澳門維持係加稅嘅情況下會唔會衝擊先啊？以現時呢刻情況睇，美國對澳門嘅加稅同內地如果係一樣嘅話呢，喺短期內相信都唔會有太大嘅衝擊嘅。但係咧，隨住時間推移嘅話咧，如果當大圍經濟影響到澳門旅遊收入嘅話咧，到時就可能間接會衝擊到工廈市場啊。咁講詳細少少就係，根據2024年統計局嘅數據啊，澳門對美國出口咧係佔咗2點幾個 percent 嘅啫，而進口比例咧係5點幾個 percent。咁呢班人咧就係澳門首當其衝會被影響嗰班人啦。如果係加稅嘅話，咁呢度 show 一張圖俾大家睇下，係一啲乜嘢行業啊？咁其中比較值得一提嘅咧就係製衣行業，因為澳門工業嘅背景咧就係製衣起家啦，所以有好多工廠嘅大老闆都係製衣廠嘅老細嚟㗎嚇。如果佢哋受到衝擊嘅話咧，可能就會將自己嘅物業放租啦，或者放售啦，會向市場補充一啲供應嘅。但係因為呢一批老牌嘅老闆咧，財務狀況相對都係比較穩定啊，相信賤賣工廈衝擊市場嘅機會係唔太大㗎嚇。但係租金咧喺供應多咗嘅情況下咧，就難免會下調少少。而除咗呢小部分嘅商家，澳門絕大部分嘅工廈咧，其實都係服務本地嘅民生同埋旅遊業嘅，所以短期冇大衝擊。而到旅遊業因為大圍經濟收入減少嘅話咧，即係話上游嘅需求減少，工廈作為下游供應嘅企業咧，嗰陣時就會受影響啦。所以會係連鎖反應嘅最後幾波，有一定嘅時間緩衝期嘅。咁第二咧就討論下最近網上好多人分析嘅版本啦，就係港澳零關稅，美國對香港、澳門可能唔加稅嘅情況下，港澳就會成為低稅天堂，反為會成為今次事件嘅贏家。如果件事真係照住呢個方向發展嘅話咧，的確港澳係有機會成為今次一個好特別嘅贏家嚇。但係咧都係有變數嘅，因為係人都知 Trump 係一個好善變嘅男人啊，成日都變嚟變去。咁會唔會今日唔加，聽日又加翻呢？呢個就會係一個好大嘅變數啊！所以對於一個咁樂觀嘅睇法，我覺得都係要持續觀望嘅。其實真正影響澳門外貿呢，主要係歐洲同葡語系國家嘅佔比係比較重嘅。最緊要呢啲市場呢，係唔會受到波及啦，因為呢一批 market 受到波及嘅話呢，影響嘅人就唔係幾個 percent 咁簡單嘅啦。不過起碼睇落呢一刻都未被影響啊！咁希望未來都唔會有大嘅影響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你覺得今次嘅關稅戰對澳門影響係咩方向去發展呢？歡迎留言討論啦！